聽眾朋友你好，我係羅賓，好多謝你收睇古今漫遊。講起輪迴轉世、因果報應，唔知道觀眾朋友有幾多人相信嘅呢？不過我個人就好相信噶啦，畢竟有啲嘢係唔由你唔相信噶。而中國古代有好多對於輪迴轉世嘅記載，呢啲原本喺當時係普通平常嘅嘢，但係嚟到咗今日就成為咗奇人異事啦。根據《東周列國志》嘅記載，唐朝末年有一日，某地正係風和日麗，萬里無雲，但係突然之間一個晴天霹靂，耕地上面嘅一頭堅牛就俾雷劈死咗啦。呢一隻牛死相十分難睇，四腳朝天。大家走過去一睇，先至發現牛嘅肚上面仲竟然寫住白起呢兩個字添。大家都喺度議論，話呢個係大將白起，由於殺人太多，所以投入咗畜生道，生生世世輪迴都做畜生，遭受報應，而且仲俾天雷劈死咗添。捲簾夜角掛北斗，大鯨駕浪吹長空。呢兩句詩點樣啊？聽起嚟豪放飄逸，係唔係感覺係出自於李白之手呢？唔好意思，答錯啦。呢一首詩係北宋詩壇嘅一顆新星郭長正所寫嘅。面對呢一樣豪邁奔放、清新飄逸嘅詩風，就連當時北宋詩壇嘅開山詩祖梅堯臣都不禁感嘆咁樣話：後生可畏，天才如此，真係青年重生，太白再世啊！郭長正字公甫，係當塗人，19歲就考中咗進士啦。少年時候嘅郭長正就表露出倜儻不羈嘅性格，言詩作文更係隨口就來。所作嘅詩文想象力豐富，意境奇妙，飄逸嘅氣勢躍然紙上，頗有李白嘅遺風。唔單止係咁，宋史入邊亦有記載，話郭長正喺出生嘅時候，佢嘅母親就夢見咗李白，連大詩人梅堯臣都確定郭長正就係李白，話佢轉世嚟到宋代做詩人。梅堯臣亦留下咗采石月下聞謫仙，夜披錦袍坐吊船，青山有寵人萬全，卻來人間知幾年。咁樣嘅詩句，當時狀元出身嘅詩人鄭璽同一啲詩友都紛紛寫詩稱讚郭長正，其中就有江南又有謫仙人，人兒太白是重生咁樣嘅詩句。到咗晚年，郭長正喺青山東面嘅山屋隱居，一生寫咗1400幾首詩，仲著有《青山集》30卷，其中用李白韻所寫嘅詩就有41首啦。郭長正崇尚李白，詩風縱橫奔放，酷似李白詩。南宋末年，文藝理論家王升對佢嘅作品予以高度嘅評價，佢話公甫詩如此數絕，真得太白體。大明萬曆年間，承天府有一座岳王廟，裏面供奉住岳飛嘅塑像。寺廟因為年久失修，已經毀壞不堪啦。地方官員杜正茂建議重修岳王廟，但係建築圍牆嘅石料一時間都揾唔到。正當杜正茂為呢件事憂愁嘅時候，啱啱好一個工人喺工地上面挖地嘅時候，發現地下有好多大大小小嘅石塊，仲擺放整齊添。大家一睇都好高興，連忙將石塊挖出嚟。挖出嚟嘅石塊數量就啱啱好足夠建造嗰個圍牆所用嘅。最後仲挖出咗一塊石碑，佢用清水沖洗乾淨之後，發現石碑嘅碑面平滑如鏡，光彩照人。隱隱約約，大家仲睇到呢一塊石碑上邊仿佛有人潮湧動，喺入邊竟然有一位身材偉岸嘅將軍。圍觀嘅人睇到呢樣嘢歡呼雀躍，就話岳王顯聖啦。
杜正茂知道呢一塊石碑來歷不凡，特登就安排咗一個差役喺度守護。到咗夜晚，嗰個差役突然睇見一位身材魁梧嘅大將軍騎住高頭大馬從呢塊石碑入邊一躍而出，身後仲有幾百人跟隨住，踏住長雲奄奄升空。突然之間，天空入邊鐘鼓齊鳴，跟住天門大開，門入邊有一個人出嚟，恭恭敬敬咁樣將一眾人等迎接入去。呢個守衛睇到目瞪口呆，連忙跪伏喺地上面，唔敢出聲。天亮以後再睇嗰塊石碑就冇咗人影，但係就留下咗一首詩。呢首詩係咁寫噶：不伐徐明主，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事大明宮。之後天降大雨，洗去咗呢一首詩。好彩當時有一位秀才在場，迅速將呢一首詩記低落嚟。大明初年出咗一位名叫徐達嘅大將軍，佢字天德，係大明朝嘅開國功臣。呢個人勇武異常，屢建奇功。隨住朱元璋南征北伐，建立咗好多豐功偉績。大明內閣首輔朱國楨寫嘅《冗藏小品》入邊就有記載，話徐達出生嘅時候，佢嘅家人夢見咗岳飛嚟到屋入邊。佢話：我應當接受你家嘅供奉。因此徐達嘅家人都認為徐達就係岳飛轉世啦。徐達為人謹慎，善於治軍，戎馬一生，屢建奇功。曾經擔任右丞相，被封為魏國公。朱元璋稱讚佢係萬里長城。後世都公認徐達係明朝開國嘅第一功臣。呢個亦印證咗岳王廟入邊石碑嘅詩文：不伐徐明主，南征拜上公。至於黃龍已盡醉，長事大明宮，指嘅係蒙古人所建立嘅元朝已經岌岌可危啦。徐達可以輔助朱元璋推翻元朝嘅統治，建立明朝。徐達謙遜忠勇，才兼文武，功勳卓著，同岳飛係何其相似呢？更令人覺得不可思議嘅係，有人根據岳飛顯聖現形嘅相貌，驚奇咁樣發現同徐達亦係極為相似㗎。從歷史上面留低落嚟嘅畫像嚟睇，呢兩個人確實有幾分相似㗎。所以朱國楨認為岳母目在我朝，殆在轉世矣。清代文人褚人獲編寫嘅《堅獲集》呢本書對呢一件事亦有記載。江西修水縣縣志入邊記載咗黃庭堅係一名女子轉世嘅故事。黃庭堅係北宋大文豪之一。據講黃庭堅26歲嘅時候，曾經嚟到蕪湖嘅廣濟寺。有一日，佢夢見自己嚟到咗一個地方，眼前有一位白髮斑斑嘅老婆婆喺門口外面設香案喺度拜祭，香案上面仲供住一碗芹菜麵添。黃庭堅突然覺得飢餓難耐，就順手攞起嚟就食啦。正係食得高興嘅時候，嗰個夢就醒咗啦。舔一舔個嘴唇，口齒之間好似仲留有芹菜嘅餘香。啱啱開始嘅時候，黃庭堅以為係自己整日公務忙碌，冇時間食飯，故而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心入邊就冇多諗啦。但係到咗第二日瞓午覺嘅時候，又發咗琴日嘅夢。瞓醒之後，黃庭堅覺得唔對路啦，於是就憑住對夢境嘅記憶，自己信步就嚟到咗一個村落。果然睇到咗同夢境入邊一模一樣嘅老婆婆，手入邊拎住3支香，吟吟沉沉咁樣對天禱告，而香案上面正係擺住一碗熱騰騰香噴噴嘅芹菜麵，同自己喺夢入邊所食嘅嗰碗係一模一樣噶。黃庭堅見到咁樣，連忙上前詢問：老人家啊，你喺度做乜嘢啊？老婆婆就話啦：琴日係我過身嘅女第26年嘅忌辰，我喺度拜祭佢啊。黃庭堅一聽十分之驚訝，呢個咪正好同自己嘅年齡一樣咩？趕忙就追問：老人家，你個女平日都喜歡做啲乜嘢噶？老婆婆話啦：
佢在世嘅時候，中意食素拜佛，中意閱讀詩書佛經，隻字不假，尤其係中意食芹菜麵啦。所以我今日就特地為佢準備咗一碗。黃庭堅就繼續話：晚生斗膽，可否仰望一下佢嘅閨房呢？老婆婆欣然應允，帶領住黃庭堅進入房入邊。只見房入邊嘅書架擺滿咗好多自己曾經讀過嘅經書古籍，牆角仲放咗一個上咗鎖嘅大櫃。黃庭堅用手指住櫃，好奇咁樣問：唔知道裏面都係放咗啲乜嘢嘅呢？可唔可以打開嚟睇睇啊？老婆婆就話：可以，不過好耐啦，鎖匙一時之間都諗唔起究竟放喺邊度啦。黃庭堅諗一諗，仿佛間好似諗起咗啲乜嘢，好快就喺房入邊揾到咗嗰個鎖匙。當打開櫃一睇，黃庭堅驚訝到講唔出話嚟。原來裏面放滿咗自己每次參加科考嘅文章。黃庭堅終於明白，眼前嘅呢一位老婆婆唔係邊一個，正係自己前世嘅母親。黃庭堅雙腳一跪，就話：老人家，你知唔知啊？我就係你嗰個過咗身嘅女啊，請你接受我嘅奉養。黃庭堅後嚟將母親迎接翻去佢自己嘅屋企去孝養。喺廣濟寺嘅滴翠軒，黃庭堅作咗一首詩，同時刻喺石碑上面。呢首詩係咁寫噶：此僧有法，此俗脫塵，作夢中夢，悟身外身。呢首詩嘅意思係話，我黃庭堅好似出家嘅和尚，但係就留住頭髮，其實係一個帶法修行嘅人，生在世俗，心向佛法，志在遠離塵世嘅喧囂。人生如夢，世事難料，真係夢裏明明有樂趣，覺後空空無大千。王陽明50歲嘅時候，升任南京吏部尚書。有一日，佢回鄉探望病咗好耐嘅父親，佢路過鎮江，順道到金山寺拜佛。一踏入金山寺，只覺得寺入邊嘅一切都似曾相識，一種親切熟悉嘅感覺撲面而來。曲徑通幽，不知不覺間，佢嚟到咗一間關房，亦就係和尚閉關修煉嘅地方。只見房門緊鎖，風吹日曬，早已經係破舊不堪噶啦。門上仲貼咗一張褪咗色嘅封條。王陽明心入邊覺得奇怪，想揭開封條，推開房門入去睇睇。知事和尚連忙就阻止咗佢，就話：唔好意思啊，唔係要擋你專噶。呢間關房係本寺一位祖師50年前圓寂嘅地方，裏面供奉住佢嘅全身舍利。佢老人家曾經交代過，唔可以輕易開門噶，希望你諒解。王陽明就話：既然呢一間房設有門窗，咁樣邊度有永遠唔能夠打開嘅道理啊？今日無論如何，請你慈悲為懷，打開門俾我睇一睇啊！以王陽明當時嘅聲望同埋地位，知事和尚亦只好答應落嚟，十分為難咁樣同佢打開咗房門，俾王陽明入去睇一睇。喺昏黃嘅斜陽直照之下，只見一位圓寂嘅老和尚端坐喺蒲團上面。雖然已經50幾年過去咗啦，日久風塵，但係寶相莊嚴，神態肅穆，栩栩如生。王陽明仔細咁樣睇咗一睇，咦？呢個老僧點解佢嘅相貌咁似我嘅呢？抬頭一睇，只見牆上面有一首詩偈係咁樣寫嘅：50年後，王陽明開門猶是閉門人，精靈閉後還歸復，此信禪門不壞身。原來呢個老僧圓寂嘅時候已經知道今日將要發生嘅事，所以特意留下咗呢一個偈語，提醒王陽明唔好忘記自己嘅本來面目。王陽明悟到呢位老僧就係自己嘅前世。王陽明57歲嘅時候，總督兩廣平息咗叛亂，由於肺病加重，佢被逼返鄉。喺途中路過安南青龍埔鴉山，
順道上山到靈岩古寺參訪，適逢寺入邊有一個高僧喺幾日之前坐化。王陽明嚟到寺入邊，喺一間密室入邊睇到案上邊又有一個偈語，係咁寫噶：57年王守仁，啟吾曰：忽吾臣，問君欲悉前情事，開門即是閉門人。呢一年王陽明啱啱好係57歲，見咗偈語，心中愕然。佢下山返到船上邊，亦留下咗一句：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就合言詳細啦。好啦，今日就講到呢一度，感謝你收睇古今漫遊。如果你喜歡嘅話，請點讚、訂閱、分享。我係羅賓，我哋下次節目再見。